喂喂喂，呢度係文哥聊天室，過嚟傾下偈，吹下水，乜嘢都嚟噏一餐。大家好，歡迎嚟到文哥聊天室。今集嘅話題係香港公司結業，員工點樣追討欠薪。如果喜歡呢條片，記得訂閱、點讚、留言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你哋嘅鼓勵係文哥拍片嘅原動力，請大家多多支持。而家就嚟同你講下今集話題。香港經濟時好時壞，有時啲公司真係捱唔住要結業。最慘係唔單止要失業，有時連應得嘅糧都冇埋，諗起都心淡。最近就收到好多朋友問，如果公司突然執笠，老闆冇晒錢，甚至走佬，打工仔應該點樣先可以攞返自己嘅血汗錢？呢個問題真係好重要。今日就嚟同大家深入探討下。畢竟打工仔咁辛苦，點可以連糧都冇埋呢？首先我哋要了解下喺香港，如果公司結業而僱主無力償債，打工仔唔使太擔心。因為政府都有相關嘅保障機制。要知道，根據僱傭條例，僱主必須喺工資期屆滿後或者僱傭合約終止後7日內向僱員支付工資，否則會被罰款20萬同監禁1年。理論上係咁，但實際上，如果老闆真係冇錢，罰佢都冇用。所以政府喺1985年成立咗一個叫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大家都叫佢做破欠基金。專門係幫啲因為公司結業同埋僱主冇能力還債而被拖欠薪金嘅打工仔。呢個基金其實有啲似保險咁，每間公司每年都要喺商業登記時俾150蚊做徵費，去支持個基金運作。不過要講下喺2024年4月1日到2026年3月31日期間，政府暫時豁免咗呢個徵費。咁我哋打工仔被拖欠咗啲乜嘢先可以申請破欠基金幫手墊資呢？簡單嚟講，有幾樣嘢。第一係未發放嘅薪金，第二係代通知金，第三係遣散費，仲有未放年假薪酬同未放法定假日薪酬。講到申請金額上限，破欠基金喺2022年6月就大幅調高咗各項目嘅上限。而家欠薪嘅上限由原本嘅36,000蚊調升到8萬蚊，代通知金由22,500蚊調升到45,000蚊，遣散費就由首5萬蚊同埋餘額嘅一半調升到首10萬蚊及餘額嘅一半，而未放年假薪酬及未放法定假日薪酬就由10,500蚊調升到26,000蚊。呢啲調整真係好貼心，畢竟香港物價咁高，如果申請金額太低，根本冇辦法幫到打工仔渡過難關。不過要留意，申請破欠基金都有時間限制嘅，工資同埋未放法定假日薪酬要喺你最後一日上班後嘅6個月內申請，而未放年假薪酬、代通知金同遣散費就要喺終止合約後6個月內申請。呢啲時限真係一定要記住，唔係錯過咗就真係冇得追討啦。我記得有個朋友就係因為唔知時限，拖咗成9個月先去申請，結果當然係被拒絕啦。佢個老闆仲要走咗去台灣，想告都告唔到，最後淨係可以當係捐咗幾萬蚊俾老闆。咁如果你公司執笠，你點樣知道應該去邊度申請呢？一般嚟講，你可以去你工作所在地嘅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分區辦事處求助，勞工處嘅職員會幫你了解情況。如果確認你嘅僱主真係無力償債，佢哋會協助你向破欠基金申請特惠款項。申請過程中，你要做好心理準備。因為你要填好申請表，仲要作法定聲明，確認你提供嘅所有資料都係正確嘅。你仲要提交支持文件，例如僱傭合約、糧單、出勤記錄等等。講真，呢啲文件真係要收埋好，唔好以為上咗網就唔使保留實體文件。有啲公司執笠嘅時候，可能連系統都閂埋，你連糧單都印唔到，到時就真係冇證據證明你應該攞到幾多錢啦。另外，申請破欠基金其實都有個問題。就係佢雖然會預先墊資俾你，但你仍然需要進行法律程序，證明你嘅僱主真係無力償債。如果你嘅僱主係有限公司，你可能需要入稟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申請清盤令。如果唔係有限公司，就要申請破產令。講到呢度，可能有啲朋友會問，仲要自己去告公司，咁麻煩嘅，費用邊度嚟啊？唔使擔心，根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如果僱主聘請少於20名僱員，同埋有足夠證據支持提出呈請，但考慮到提出呈請係唔合理或者唔符合經濟原則嘅話，勞工處處長可以豁免呢個要求。講個真實例子俾大家聽下。我有個朋友喺一間小型設計公司做嘢，公司得5個員工，突然間老闆話冇生意要結業，拖咗大家成3個月糧。佢哋去咗勞工處求助，勞工處考慮到公司規模細，同埋老闆確實已經破產，
就直接協助佢哋向破欠基金申請特惠款項，冇要求佢哋自己去法院申請清盤令。幾個月之後，佢哋每個人都收到咗特惠款項，雖然未必係全數，但係都已經解決咗即時嘅經濟困難。另外，如果老闆欠你嘅錢少過1萬蚊，根據破產條例嘅限制，你係冇辦法提出破產呈請嘅。但破欠基金都有考慮到呢種情況，你仍然可以申請特惠款項。當你嘅申請獲得批准之後，破欠基金會以劃線支票嘅形式將款項郵寄俾你。呢個過程通常需要幾個星期到幾個月嘅時間，視乎個案複雜程度同埋申請人數而定。講真，攞到特惠款項之後，唔代表你嘅權益已經完全得到保障，因為破欠基金只係預先墊資一部分款項俾你。如果你被拖欠嘅金額超過咗破欠基金嘅上限，你仍然可以喺僱主破產或公司清盤程序中，以債權人身份追討剩餘嘅款項。講到呢度，你可能會諗，咁我係咪要自己走去破產管理處處理呢啲嘢？係嘅，當法院頒發咗清盤令或者破產令之後，你要向破產管理處提交債權證明表格，即 Proof of Debt。呢個表格要詳細列明你嘅僱主欠你嘅款項，仲要附上相關證明文件。好彩，而家政府都跟上時代，你可以通過網上方式提交債權證明表格，唔使親身去破產管理處。值得一提嘅係，根據法例，僱員係有優先索償權嘅，即係話喺破產或者清盤程序中，你作為僱員可以優先於其他債權人獲得賠償。不過呢個優先權都有上限，通常係8000蚊嘅工資，唔超過2000蚊或1個月工資嘅代通知金，以較少者為準，同埋唔超過8000蚊嘅遣散費。超過呢啲金額嘅部分，你就要同其他普通債權人一樣排隊等分配剩餘資產啦。講真，我哋都知道公司執笠嘅時候，資產可能已經所餘無幾，甚至冇晒，所以通過清盤或者破產程序追回嘅款項可能好有限，甚至可能1毫子都追唔返。呢個時候，破欠基金嘅特惠款項就成為咗大部分打工仔唯一嘅保障啦。我有個朋友以前喺一間中型飲食集團做經理，個集團突然間宣布結業，拖咗成40幾個員工3個月糧，加埋遣散費同年假薪酬，每人大概被拖欠10幾萬到20幾萬不等。佢哋一齊去咗勞工處申請破欠基金特惠款項，因為人數多，勞工處特別開咗個案，幫佢哋一齊處理。最後每個人都攞到咗一部分款項，雖然未必係全數，但總算有個交代。至於公司清盤之後，因為集團嘅資產已經俾銀行收晒做抵押，員工就冇辦法追討得更多。仲有啲朋友可能會問，如果我覺得勞工處審核我嘅申請唔合理，或者覺得所批嘅金額太少，我有冇得上訴？梗係有。如果你唔同意勞工處處長嘅決定，你可以聯絡薪酬保障科提出覆核。如果你仍然唔同意覆核嘅結果，薪酬保障科可以協助你向破欠基金委員會提出上訴。呢個上訴機制可以話係一個保障打工仔權益嘅最後一道防線。除咗破欠基金之外，如果你遇到勞資糾紛，你仲可以通過勞資審裁處或者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嚟追討欠薪。勞資審裁處主要處理超過15000蚊嘅申索或者申索人數超過10個人嘅案件，而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就處理申索人數少過10個人，或者每人申索金額唔超過15000蚊嘅案件。勞資審裁處同埋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嘅好處係，佢哋都會先安排調解，睇下能唔能夠幫僱主同僱員達成和解。如果調解唔成功，佢哋先至會進行聆訊。而且喺呢啲程序中，你唔需要請律師，可以自己發言，或者係由僱員工會嘅職員代表你。呢啲安排都係為咗減輕打工仔嘅負擔。不過我哋要面對現實，如果你嘅僱主真係走咗佬或者資不抵債，就算法庭判你贏咗，你都未必攞得到錢。所以喺呢啲情況下，破欠基金仍然係你最可靠嘅保障。講真，最好嘅情況當然係未雨綢繆啦。如果你留意到公司有以下情況，你就要提高警覺。僱主未能夠如期支付工資，僱主將機器或者原料無端端搬離工作地點，工作地點突然關閉，僱主突然失蹤，或者僱主嘅資產被法庭執達利扣押。一旦發現呢啲跡象，你就應該盡快揾勞工處求助，唔好等情況惡化到冇得救。我仲想提醒大家，保留好所有同僱用有關嘅文件，包括僱用合約、糧單、出勤記錄、假期記錄等等。呢啲文件喺你申請破欠基金或者進行其他法律程序嘅時候，都係非常重要嘅證據。
有唔少人就係因為冇保留齊全文件，導致申請過程受阻，甚至無法證明自己被拖欠嘅金額。我記得有個朋友就係因為冇 save 低每個月嘅出糧紙，公司執笠嘅時候又冇辦法攞返啲文件，結果喺申請破欠基金嘅時候搞到好麻煩，要揾返以前嘅同事作證，先至能夠大約計到佢被拖欠咗幾多錢。呢個過程搞到佢好辛苦，仲要等足足半年先攞到特惠款項。如果不幸遇到公司結業，僱主又失蹤或者無力償債，我哋呢啲打工仔最緊要係保持冷靜，立即向勞工處求助。勞工處嘅職員會指導你點樣申請破欠基金特惠款項，同埋點樣進行其他必要嘅法律程序。唔好因為覺得手續複雜或者怕麻煩而放棄追討你應得嘅權益。我都講咗咁多，大家可能會問，究竟破欠基金嘅成功率有幾高呢？根據破欠基金委員會嘅資料，喺2023年，基金接獲咗3293宗申請，並向3545宗獲批准嘅申請發放咗1.55億元特惠款項，相比2022年嘅7470萬元，大幅增加咗107%。呢個數字一方面反映咗經濟環境嘅波動，另一方面都顯示咗破欠基金對打工仔嘅重要性。仲有一點要提醒大家，就係喺申請特惠款項嘅時候，千祈唔好虛報資料。根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如果申請人虛報資料，就屬於違法行為，最高可被判罰5萬蚊同埋入獄3年。要知道，勞工處喺核實申請嘅時候，會詳細調查同埋審核所有資料。如果發現有虛假申報，後果可能好嚴重。講真，我知道有啲僱主同僱員會串通，誇大被拖欠嘅金額，諗住呃政府嘅錢。呢啲行為不但係違法，仲會影響到其他真正有需要嘅打工仔。我想講，破欠基金嘅資金係有限㗎，如果被人濫用，最終受害嘅都係我哋呢啲打工仔。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嘅僱主係公司董事，你可能會面對一啲特別嘅限制。一般嚟講，公司董事唔可以申請破欠基金特惠款項，除非佢哋可以證明自己主要係以僱員身份提供服務，而唔係參與公司嘅管理。呢個規定係為咗防止公司董事濫用破欠基金。我哋可以見到，政府對於打工仔嘅權益保障係幾全面，無論係破欠基金、勞資審裁處定係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都提供咗唔同嘅途徑俾打工仔爭取應得嘅權益。但係呢啲機制都有一定嘅限制同埋程序要求，所以我哋作為打工仔都要了解清楚自己嘅權利同埋相關嘅申請程序。喺現實生活中，我哋都知道打工仔嘅處境有時真係好艱難，一方面要擔心揾工嘅問題，另一方面仲要煩緊點樣追討被拖欠嘅薪金，尤其係喺經濟不景嘅時候，呢啲情況更加普遍。但係我希望透過今日嘅分享，大家可以知道，即使遇到僱主無力償債嘅情況，香港嘅法律制度都提供咗一定嘅保障機制，幫助打工仔渡過難關。除咗政府嘅保障機制之外，我哋打工仔都應該增強自我保護意識。除咗保留好僱傭文件之外，平時都要多留意公司嘅經營狀況。如果發現有唔尋常嘅情況，就要提高警覺。尤其係如果公司開始拖欠糧，你就真係要考慮下揾勞工處求助，或者揾第二份工作。講真，喺香港做打工仔真係唔容易，樓價咁貴，物價又咁高，如果連糧都收唔到，真係會好灰。但係希望大家都知道，喺遇到困難嘅時候，政府都有相應嘅保障機制，幫助我哋爭取應得嘅權益。同時，我哋自己都要做好準備，增強自我保護意識，先至可以喺職場上保障自己嘅利益。最後，希望所有打工仔都唔會遇到公司結業同僱主無力償債嘅情況。但係如果真係遇到呢啲情況，希望大家都可以冷靜處理，通過合法嘅途徑爭取自己應得嘅權益。記住，你唔係孤軍作戰，香港嘅法律制度同各個政府部門都提供咗相應嘅支援同埋保障機制，幫助打工仔渡過難關。漏咗仲有個重要嘢要講，如果你嘅公司真係執咗笠，請第一時間去勞工處求助。根據佢哋嘅服務承諾，勞資關係科喺接獲有關申索之後5星期內就會安排僱傭雙方出席調解會議。而家做嘢都講求效率，如果你想盡快攞到被拖欠嘅薪金，就一定要把握時間，唔好拖延。其實呢，勞工處勞資關係科除咗幫你申請破欠基金之外，仲會嘗試聯絡你嘅僱主，睇下能唔能夠通過調解嚟解決問題。有時候僱主雖然暫時無力支付全數欠款，
但可能願意分期支付或者支付一部分嘅款項。通過調解，你可能可以更快咁攞到一部分被拖欠嘅薪金，而唔使等待破欠基金嘅審批同埋發放。畢竟破欠基金嘅處理時間可能會長啲。我仲想提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已經申請咗破欠基金特惠款項，但係之後僱主願意支付被拖欠嘅薪金，你應該點做？喺呢種情況下，你應該立即通知勞工處薪酬保障科，因為根據法例，如果你已經從破欠基金攞到特惠款項，而僱主之後又支付咗同一筆款項俾你，你可能需要將其中一筆款項退還俾破欠基金。唔係話你貪心想兩份都收，而係避免日後可能引起嘅法律問題。老實講，我自己都試過被拖欠薪金㗎。記得有一年，我喺一間小型廣告公司做嘢，老闆一直都幾準時出糧，點知有1個月開始遲咗出糧，第2個月更加完全冇出到。嗰陣時，公司仲照常運作，大家都以為只係暫時週轉不靈。點知第3個月嘅時候，返到公司發現門鎖咗，老闆失蹤咗，我同其他同事都好彷徨，唔知應該點做。最後我哋一齊去咗勞工處求助，勞工處嘅職員好耐心咁解釋咗成個程序，幫我哋填好表格，仲幫我哋聯絡老闆。最後我哋知道，原來老闆嘅公司資不抵債，已經宣布破產。勞工處嘅職員就幫我哋申請破欠基金特惠款項，仲幫我哋向破產管理處提交債權證明。大約2個月之後，我哋每個人都收到咗破欠基金嘅特惠款項，雖然未必係全數，但都幫我哋解決咗燃眉之急。回想起嚟，如果嗰陣時冇即刻去勞工處求助，可能連呢啲錢都攞唔返。所以我真係好想提醒大家，一旦發現僱主有資金周轉問題，或者開始拖欠薪金，一定要提高警覺，必要時要盡早採取行動，保障自己嘅權益。最後，我要再強調一次，如果你遇到僱主拖欠薪金或者公司結業嘅情況，記住以下幾點：第一，保留所有僱傭文件；第二，及時向勞工處求助；第三，留意申請破欠基金嘅時限；第四，如果需要，配合相關嘅法律程序。只有咁，你先至能夠最大程度咁保障自己嘅權益。希望大家都唔會遇到被拖欠薪金嘅情況。但係如果真係遇到，希望今日嘅分享能夠幫到你。我係文哥，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如果喜歡呢條片，記得訂閱、點讚、留言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你哋嘅鼓勵係文哥拍片嘅原動力，請大家多多支持。好啦，又到咗片尾。如果鍾意今集內容，記住按 like 支持下，順手分享出去。仲未 follow 我哋 channel 嘅兄弟姊妹，快啲訂閱同埋按個鐘仔。你哋每個支持都係我繼續拍片嘅動力。下次再同大家吹水，拜拜。